过去伫咱少年教会主任牧师彭德贵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为着客家的宣教，直接来甲咱来请安以及直接来宣讲上帝的信息。伊今仔日所要宣讲的信息是名副其实的教会，名副其实的教会。各位兄弟平安。真侪人拄着我时，拢讲牧师，诚久无看到你安尼吼，看到你啊一年安尼吼，袂歹，一年一摆转来回娘家，今仔日要跟咱大家宣讲上帝话，就嘛是名副其实的教会，大家后头来祈祷。特别上帝求你的圣神运行抹你罗卜的嘴，互你罗卜所传讲的下伫你圣神的旨意，开阮心灵的耳孔，听见你的声，明白你的旨意。也激励阮、帮助阮会当实践出来。我们教会真正诚侪名副其实的教会，我每一位基督徒拢是诚对主你所欢喜、敬虔、谦卑、善长、诚实的教会。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20世纪潮流是真注重教会成长，总是有时阵有小可迷失去。就是讲，有的人只有注重人数的增长，所以若人数增长，人愈来愈多，就是一个好的教会。但是人数增长较大的教会，无拄拄才做是健康的教会。因为健康的教会需要对圣经的原则、神学的经验到平衡的发展，才做健康的教会。毋若是人数量的增加，常时质的中间也相相爱增加。换一句来讲，教会比较倒转，正确了解实践教会的本质。有关教会本质是什么？基督教教义纲要甲使徒圣经内面讲到5点，使徒圣经有讲到3点。我信善共同的教会，我信圣道相通。另外佫加伫2个唯一的，教是唯一的，是使徒的。保罗伫即段圣经内面所描写的，将教会的本质讲了真好、真清楚。我们伫这个所在圣经来领受教会本质是什么？咱好了解来实践的时，咱教会果然叫做名副其实的教会。咱的教会的名叫做啥？常年教会，讲一半对。咱的名真正全部的名叫做啥？常年教会只有一个地方的教会尔，咱的教会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常年教会。刚才你讲培牧师，你有够啰嗦。因为你有讲到常年教会时，可能你只有强调咱的常年教会、地方的教会，但是地方的教会是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伊是属于基督的教会。采取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是第二制度。甘尼文伫遐创办长老教会，伊的特色的所在，有迄水的所在，好的传统，但是无代表咱长老教会包含所有的真理，所以咱就谦卑来学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毋是长老的教会，嘛毋是牧师的教会，毋是人的教会，是属于上帝的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是强调地方，台湾这个地方。我即个来讲，咱的教会是有个普世意义，无受到咱这个常年台北常年这个地方受限制，搁较扩到伫台湾，到伫世界。即款的了解。伫即段圣经内面头先讲，教会是上帝国的公民。第19节，条路所读圣经19节的所在讲，安尼恁无搁做外面的人架骹下，就是甲遮的圣徒相国，做上帝厝里的人。这所在讲起教会本质有2项，头先是咧讲，咱是甲上帝国的工国咱毋是架骹，毋是出外人咱是圣徒相国。
甲圣徒相讲啊，原文的意思是讲，咱拢有上帝国的光明啦。为什么安尼呢？因为保罗已经清楚，伊是犹太人，但是伊因为有这个罗马的光明权，所以伊传道理是加足方便。啊，有真侪当时真侪国家的百姓，伊会得纳税，会当徛起伫遐，但是无光明权，所以有真侪迄个公平的待遇，伊袂当得到。啊，是讲亲像回教国家内面，你若无信回教，你有真侪迄个所在袂当亲像伊安尼享受，因受降平等。啊，所以呢，保罗真清楚讲，恁外邦人毋是只有出外人，毋是市份人，啊，你是甲上帝国啊同共国，啊，你是拢有上帝国的光明权。意思就是安尼吼，啊，因为当时咱知影。即个犹太人敬虔的基督徒听见即个安提阿教会真侪无照因的律法规定，先食做犹太人才做基督徒，所以因来到因的中间讲，你若无遵守摩西的律法，你袂当食做基督徒，袂得救。这引起真大纷争啦。所以地教伫15州的所在，使徒行传15州的所在，伊召开头一摆。我该称这亲像头一摆的大公会议啦，啊，也是当时使徒这个丢落伫遐开真要紧的会，啊，到底外邦人爱先食做犹太人，才会当食做基督徒啊？毋是，结论就是因讲毋免安尼，啊，既然信靠主耶稣基督，就会当得救。所以使徒行传第2章38节是真要紧的一节，你悔改认罪，奉耶稣基督名受洗。你的罪得到赦免，领受圣神，啊，这句话是非常要紧。但是虽然是安尼，伫当时的教会内面有真侪人要伫讲啊，你是外邦人，你是外邦人，啊，所以地教这毋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心内面真艰苦心，啊，感觉互人排斥吼，啊，所以呢，保罗呢就伫这段圣经内面，伫讲起啊。使徒行传第2章的中间1节到10节，是咧讲起讲人拢是死伫罪恶过犯的中间啦，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救赎，互咱得到救，相时伫10节到11节到18节的所在，伫遐讲起讲通过耶稣基督死，耶稣基督那像将迄个犹太人、外邦人中间隔离的树给杀倒，意思就是讲。迄个圣殿本来两边就裁者两个条迄个所在讲外邦人袂得入去，入去会怕死呢。但是耶稣基督死，将亲像将迄两个条给杀倒。意思就是讲，外邦人会当个犹太人做阵入去敬拜上帝，无过有犹太人、外邦人迄个像，这个意思拄甲咱讲起教会迄个普世性，教会是超越种族。语言甲各种的情形所以才拄亲像使徒圣经，还是讲迄个教会，迄个教义内面所讲起的，教会就是唯一的，就是讲你唯一无像肤色，皮肤的色无共，逐项无文化拢无相像，但是每一位领洗咧，食咧基督徒的教会，三甲拢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真济迄个无相无共，迄毋是上要紧，上要紧是毋是有结连伫耶稣基督？若是安尼，咱就教会就是唯一的，是基督的教会。第二是圣的，就是讲教会是分别最圣，是属于上帝的，毋是属于创办的人的、开设的人的。讲迄某某教会是某某人创办的，迄就是什么人的教会？毋是，教会是属于上帝的共同的也当讲是普世的教会。教会要互上帝的旨意来当实行伫全世界、全人类，教会才做即款的器具啦。因为安尼，所以教会这普世的观念内面，就激起了真济热心的人做宣教士。像遮拄我丢落去做中间讲，当时有啥人派伫台湾，当时有啥人
啊，迄拢人讲起什么？讲起讲教会若有迄个普世的观念、共同教会的观念，实践即个教会本质，伊就会诚做宣教的，毋但是伫国内啊，甚至到国外宣教。因为安尼，台湾才有福气啊，得到福音传伫咱的中间。所以头一项啊，咱教会的本质是共同的，是普世的，是唯一的啊，是上帝所建立的，爱互遮所有的人拢诚做上帝国的公民权是平等的。第二项啊，下骹迄第19节的罗马迄句话讲是上帝赐念的人，伊是上帝上有上帝国的公民权，迄是强调迄个权利地位，大家拢平等相像，无得分讲哦，你是第优等的公民，你是次等的。真歹势我这台北市以外的人，我小可不平的。你台北市65岁了，拢毋免交什么？健保费拢毋免缴，你坐什么拢毋免钱阮住伫即个桃园阮已经45岁，我嘛交健保钱呢，无公平呢，这足奇怪呢。明明是中华民国国民是安尼即款的分别啦，这无道理呢。因为台北较有钱就会当享受，较無錢就回死這袂使安尼啦迄是強調迄個公平性啦但是教會若是講起公平性地位爾，教會講起三點，親像上帝賜你的人，是強調講你毋通做人客，毋免干那愛人服侍，你也親像賜你的人，盡本分謙卑，彼此服侍。彼此照顧，彼此鼓勵，彼此了解，彼此支持，彼此有喜樂的氣氛來充滿伫咱的教會中間。這是真要緊的。或者講，就是要個團結，初代教會迄個團結的精神，有無上通啦是講，咱是共厝裡的人，更加努力共同來經營咱這家庭的幸福甲興旺。我們教會毋是屬於牧師的，毋是屬丟落的毋通講教會興旺無興旺，有聽無聽，都講迄種牧師有責任啦，迄種中級的責任啦，你攏無責任的款，你干那有咧講人指責人的責任是無？迄都毋對啊那毋對啊。所以呢，是上帝賜你的人，意思是講，咱每一個人是上帝會賜你的人，三聽三幫讚，奉獻金子我有份，奉獻時間我嘛有份，奉獻聽心我有份。傳福音等等這個事我攏有份，因為咱要互咱的厝，咱的厝呢，我們的家必做幸福，也即個興旺。第三這就是親像使徒聖經內面所講的聖道的相通我信聖道的相通，新約內面遐已經過往的信道，甲即擺遐話題咱會當相通啦。你想講，咱會當甲以前的聖道相通無？會無？你是會使無？有人搖頭。我若相通，你唔講靈，你講迄個靈媒你會當到迄個死人在講話無辦法相通，甲死個人辦法相通。我請問，初代教會遐信道所做所行，有在對咱講話無？哪有啦？有就對講話，對聖經講話。初代教會歷代以來的迄個聖道、迄個宣教師，遐真濟人，要繼續甲咱講話通過聖經，通過伊所做所行的，咱嘛當繼續甲將來咱會行甲順順講話咱會好所行一切，咱上年教會所做的，真濟人真感激，其中有一項，真濟人得到咱上年教會迄獎學金，會當幫贊，會當讀神學院，會當做牧師，這呢，閣有人特別咧講咱少年教會100周年的時陣，毋通只有辦一寡慶典，閣較毋通去放煙火啦，像那國家什麼放煙火，一擺燒掉偌濟燒掉偌濟你會記無？你煙火放一放沒關係，但不要放那麼多了嘛，放一下燒掉那麼多。了解講開
开车超过3分钟，我若无关掉，我要罚你。哎，这若使家人遮人我气死的，中昼无向叫困的，敢若小可来小2节都袂使。哦，毋过咱总统真敖呢，伊讲啊，恁安尼吞论啊，因为我著3、4年久，我无开冷气啊。啊，有人甲开玩笑讲，你啊，总统无去开冷气，因为有中央系统冷气机嘛，伊毋免开冷气。啊，真正伊开冷气，敢有毋对是无？总统做一国的总统，为了爱计有代志遐尼多，开冷气会较爽快好来收好的切入了，无毋对啊！啊，为什么讲哦？我4年无咧开冷气，伊伫讲啥话我听无，我实在听无啦。哎，那提伊祈祷，不然伊讲的话较有水准的啦。歹势哦，牧师在批评伊啊，因为这些讲得太无好啦。啊，什么4年久无开冷气，哦，游泳裤还要去补，哎呦，拜托，迄有什么意思嘛？讲遐无意思的话嘛，吼，啊，这真失望啦，啊，真失望吼。所以呢，咱的教会要叫做圣道相通，以前会影响咱甲咱讲话。保罗伫腓立比的教会来进行，伊嘛继续对咱讲话，我嘛将继续甲以后的圣道来讲话，这叫做圣道相通的意思。啊，会当相通，我就来讲吼，出来教会圣灵充满时，有啥真特别？本来伊的话拢袂通啦，伊拢讲家己家乡的话拢袂通嘛。圣灵充满时，伊拢通啊呢。所以遐人讲，那遐奇怪，这拢是家己遮的人哦，啊是安那伊来讲咱的。出世所讲迄个地方的话呢？哪会讲客话啊？讲台语哦，讲广东话，讲咱即奇妙，圣神啊做工的时候，袂通拢会通啊。咱的真济教会吼，拢是讲台语，拢听有啦。当时吼真济时阵吼讲袂通，你知有无？有时看若讲就讲袂通咧，伊完啦，结束观无受伤，观念无受伤。啊，话啦，你讲话我听有啦，是讲台湾话我听有啦，你讲客话听有啦，毋过讲袂通，袂通啦。为什么？家己坚持家己的修法，所以讲袂通。啊，圣神来做主的时阵，咱袂通的代志，真济就会通啊。第三，教会是圣灵调起的圣殿，教会要起造圣殿，厝体。起造是用砖仔角啊、石头啦，啥按起造起来。但是要未起造好势以前，这砖仔角什么吼，砖啊什么吼，石头堆一堆伫个所在，若无起造起来，有一个危险性，有可能淘汰去啦。啊，佫淘汰去，我毋知影呢。所以这段时间吼，有诶教会在进步，咱无在进步诶时候，有时咱伫落教会即个牧师啊是啥，心里酸酸诶，就讲。啊，某一个教会啊，伫兴起，要什么了不起啊？拢淘汰阮丢落教会样啊！啊，因讲无，毋是阮淘汰哦，是因家己走来的，毋是阮偷看的哦，是因走来哦。这两个拢有可能，你知？啊，就可能伊来砍咱的样啦。啊，嘛有可能咱样走去别位去，走去遐去啊。哦，所以爱反省。但是讲，咱的教会会有亲像一个砖啊角。咱有甲起造好势无？来起造好势，迄墙内面互人凹一空去，你敢会毋知影？伊要搁凹嘛，无遐简单，对毋对？这就是起圣殿啊！教会亲像圣殿，起造每一个砖啊，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伊的位置，就真好势所以呢伊个起造伫先知使徒的顶面。使徒先知的强调就是讲，咱继续有新约内面所讲的迄个使徒的教会，伊的特色，甲伊的好的所在，了解起造圣殿建立伫使徒甲先知文书的顶面。每一个基督徒亲像砖仔角来起造，安尼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爱谦卑，愿意受栽培，愿意受起造，活命努力来追求进步，直到就成熟，到有丰盛的活命。咱毋通比如讲信主愈久，伫上帝教愈久，才比着愈来愈油条啦。足油条，敢若要找到教会的缺点，家己袂晓去补。我读到一个文章讲一个老大人太太讲87岁去读大学啦。
就大学一几年的有人讲，哎呦，你能不能读大学？87岁，因为我要完成我的愿望啦。我要读大学，无读到大学。一直搞些年轻人说，我可以拥抱你吗？可以啊，拥抱一个。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来读这个大学呀？因为讲真假，你有意见讲，无啦，我要来这个调这个金龟婿啦，我开这个玩笑你哈。后来一毕业典礼的时阵伊演讲，足幽默，爬到顶面时伊纸是落落去啦，用真歹势我听到话壮胆我要啉一杯秘鲁啥啉着迄个 whisky 啦，所以他搞少讲安尼哈。但是伊接受伊咧讲一句话讲，人拢未免会老啦，拢无拄会中大成熟啦。我感觉即句话足好，人拢会老你也渐渐会老无拄中大成熟呢。人有时愈老煞比翻颠去安尼，有伫教会愈久比得油条去安尼。无爱接受在部分的。这个讲是讲没有站好自己的位置，应该尽的无尽，应该做无做。中职有时嘛无尽到这个嘛是位置没有摆好。做中职，你若注意看伊的誓约，是要甲牧师最近来照顾牧养才会友。若使徒行传第4章牧师使徒师母者是要装备会友，建立者对耶稣基督的身躯。总是有时阵中职有时应该做无做。无应该管一大堆，有人就会讲，这是什么中职嘛？什么会友嘛？讲到这个时讲，牧师你敢若讲因，你无讲你家己。第三句我要讲兼且有人讲，这是牧师嘛？因为迄牧师真少甲上帝讲话，拢甲人讲话。有的牧师嘛伫结党结派，有人就批评讲，迄是什么牧师嘛？咱其他咱上年教会，莫互人讲你是甚物会友你什么中职你什么牧师为什么讲安尼？因为咱的位置无徛好，你应该做无做，应该讲无讲，无应该讲一大堆，有时这是无什么意义啦我听讲罗俊义牧师伊的查囡实在是足吸引人，咱教会嘛足侪人去参加。我为着安尼我无当来参加啦我要赛车来遮，总是伊演讲逐篇我拢用录音带，毋是录音带，迄 CD 我拢听。有影话说，有影伊实在有迄个文书讲了足好，伊真注重圣经，这无毋对啦。伊讲的真好，但是有时阵伊所讲的无拄你爱赞成啦，好的会当个捡起来，好像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不过有时好心帮把照进来，装上纱窗过滤一下，好的，那测验好的持守，无好就该买。比如伊查囝是一摆我在注意听嘛，伊讲耶稣伊鼻光鬼伫服侍人了伊会讲在找耶稣啦。伊讲你若走去对耶稣讲，我要去别位，因为我来主要就是要来去传上帝国。如果牧师讲其实足清楚，互咱看见耶稣是讲要紧的是传上帝国，毋是专门为着医病，也毋是专门为着赶鬼。当时后面伊讲一句我讲话无真好啦，伊讲什么内在医治，什么外在医治你啦这句话就是排斥别人了。有人需要内在医治有人需要外在医治我都拄着内在医治，你都帮助的人那无耶稣是安那要挂鬼，耶稣为什么爱有医病？因为有人有需要，但是迄毋是上要紧的，上要紧的是上帝的国，这是对。所以有时阵我即马爱讲，毋知我有讲了无应该讲的无请你原谅我讲的意思，毋是要特别批判卢牧师啦因为所讲的话，因为实在伊讲了真好。比如一句话我足感动伊训练伊的教会中间足认真查经因的教会会当真正会当实践伫迄个圣经的话伊讲伊的教会伊是呼吁啦，讲教会到年底时将所有支出呢拢甲用掉，归零。伊讲伊的教会为着安尼伊任用8间教会伊若要开拓教会好，
你一通到遮，一个月偌济，用3万到5万，用好。你找一个牧师来吼，但是有一个原则，5年久伊袂使离开伊间教会，啊，尽量互伊5年久，必然对伊啊比较独立的教会。OK， 了伊就逐个月帮赠伊3万到5万，任用8间教会，哇，真感动，真感动。读圣经查经写拢足要紧，若无信心会区别感动，咱行袂出来。好，即摆有人是另外一句话讲内在生命，就是讲你外口听到这一切，你内面的画面若无圣灵更新，你无顺服伫上帝话，完是无好。所以迄个位置，受起座是非常的要紧。咱耶稣基督结连，才是唯一的教会，咱要连接伫耶稣基督。了后，伊讲这是加做圣行徛起的，比做圣行。伊讲，恁也踮伫因啥甲受起座，加做上帝用神徛起的事。当咱遮每一个真啊甲起好势了后，咱加做圣殿，咱加做真好的用殿。但是这宫殿是要圣神徛起的所在。圣神徛起的意思就是上帝子耶稣基督的作为，会当对咱的教会一一来实践出来。安尼，咱的教会就要加做名副其实的教会。愿上帝赐福咱，这个阿头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的恩典，阮一年有1摆伫所在来听你的教示，传讲你的话。今早起，阮从名副其实的教会，咱讲我兄弟姊妹互相勉励。阮真正常常反省，阮的教会是毋是照迄个教会本质应该做的去行的去做去行？阮教会才做实在主你所祝福的教会，你因带帮助阮。从过去阮做了有真济真好的，阮继续加强；无够的，阮欢喜来改进。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客家的宣教的主日，但是总会今年有定做客家宣教年。我要请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的干事李凤娇牧师来请安。伊也是咱上年教会在。